嗱，世界盃向來都係足球員嚮往嘅最高殿堂。咁呢個4年一度嘅頂級賽事啊，雲集咗全球最頂尖嘅職業球星。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咧？會唔會咧有啲半職業嘅球員咧都有機會咧企喺呢個舞台之上咧？答案咧係絕對有嘅。尤其今屆咧擴軍到48隊嘅美加墨世界盃，令到呢種情況出現概率咧變得更加高。而其中一位咧就係新西蘭嘅後衛咧湯美史密夫，目前咧效力於英格蘭第5級別聯賽嘅布倫特里。咁早喺2010年嘅南非世界盃咧，佢就已經登場亮相。而第二位咧就係呢一集嘅主角，嚟自海地嘅龍門杜維加。2026年5月16號啊，德國法蘭克福西北部嘅小城高本斯咧出現咗一場咧又溫暖咧又勵志嘅畫面。嗱，杜維加咧俾隊友咧同埋工作人員圍住，迎嚟咗人生咧最高光嘅時刻。嗱，皆因佢成功入選咗海地國家隊嘅26人嘅大名單，正式咧鎖定咗世界盃參賽嘅資格。嗱，睇落係一朝成名嘅故事，背後咧佢係佈滿荊棘、跌跌撞撞嘅足球路。2000年杜維加咧出生於滿地可，所以佢嘅足球生涯咧起步於加拿大。之後咧佢前往葡萄牙，輾轉幾隊波之後啦，最後去到名帥摩連奴鄉下嘅球會塞圖巴爾落腳。咁喺經歷咗2個青年軍球季嘅磨練之後咧，杜維加咧喺2020年咧升上咗塞圖巴爾嘅一隊。2022年1月30號，葡乙第17 round 賽事，塞圖巴爾咧1-1戰平咗皇家體育。咁升上一隊之後嘅杜維加咧，第一次咧代表一隊上陣，打滿全場。但估唔到嘅係呢一次咧，亦都係佢唯一一次咧代表一隊出場。於是喺同年嘅夏天咧，佢就轉會咧去到葡萄牙第4級別聯賽嘅聖塔倫聯盟。咁喺呢度咧，佢終於可以獲得較為咧穩定嘅出場機會。2個球季咧，累計為球會出戰咧30場比賽，可以話咧係穩打穩紮咁累積咗比賽嘅經驗。身高187嘅杜維加咧風格咧極具特色。衛報咧亦曾經咧專門咧點評過佢嘅技術特點，話佢咧係完美融入咗拉丁足球嘅細膩技術，同埋咧加勒比海球員嘅熱血韌性。反應咧靈敏神速，處理高球咧冷靜果斷，同時咧擅長撲實電碼，係一名咧上限極高嘅龍門。所以早喺2016年咧，16歲嘅佢咧就入選過咧加拿大 U17 國家隊嘅選拔名單。但係最終佢放棄咗出生地加拿大咧，選擇咗代表父母嘅祖國海地咧出戰國際賽。仲喺2017年嘅11月10號海地咧擊敗阿聯酋嘅比賽裏邊以後備登場，完成咗國家隊嘅首 show。年少成名睇落好似好風光咁但杜維加職業道路從來都唔平坦嘅，甚至咧仲曾經遭遇過極度尷尬嘅人生低谷。2021年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區嘅世界盃外圍賽，海地咧同加拿大咧爭奪決賽圈嘅席位。當時總比分咧加拿大係1-0領先嘅，海地咧必須逆轉比分咧先至可以晉級。賽事咧充滿咗懸念。經歷咗上半場嘅悶戰下半場一開波咧，場上嘅比分咧就發生咗改變。海地嘅球員將個球回傳俾龍門。咁對於之前門將嚟講喺冇乜壓迫之下咧，停球處理咧應該係好輕而易舉嘅事嚟嘅。但係杜維加咧就判斷失誤，個波咧穿過嘅褲浪咧流向球門。好在咧佢都反應迅速，嗱咁追翻個波。但之後咧嘗試喺門線前咧解圍，點知右腳咧符碌咁踢咗空氣，左腳咧將個波踢咗入自己嘅龍門。呢個烏龍波咧成為咗比賽轉捩點，士氣大振嘅加拿大咧之後咧再入2球，最終以3-0咧大勝海地。咁亦造就咗加拿大咧時隔24年咧再度晉身世界盃決賽周，而嗰一屆嘅海地嘅世界盃嘅晉級希望咧就徹底咁破滅咗。呢段尷尬嘅片段當時喺網絡上瘋狂洗版，點擊量迅速破100萬，成為咗杜維加職業生涯最恥辱嘅黑歷史。幾乎成個網絡都喺度質疑呢名年輕龍門嘅實力。
嗱，海地人咧天生有打不死嘅精神，唔會咧咁容易一蹶不振嘅。咁經歷過低谷之後啊，杜維加咧就冇放棄自己嘅足球夢。去到2024年啊，喺結束咗咧葡萄牙踢波嘅日子之後啊，佢轉會去咗德甲第6級別聯賽嘅高本斯宇宙，以半職業球員嘅身份咧繼續行佢條足球路。2024-25球季啊，杜維加咧代表高本斯宇宙咧出戰32場聯賽，交出咗14場零封嘅亮眼數據。咁最終啊，憑藉全隊嘅出色發揮咧，高本斯宇宙咧亦成功攞低咗萊茵蘭聯賽嘅冠軍，順利咁升班到咧德甲嘅第5級別聯賽。咁喺杜維加最初加盟之際啊，估計都冇乜人會諗到啊，呢隊低級別嘅半職業球會啊，會喺2年之後咧走出一個咧參加世界盃嘅球員。嗱，由場均嘅1000人觀戰嘅賽場啦，到世界盃座無虛席嘅跨越啊，呢一種經歷咧，簡直係不可思議嘅。嗱，雖然杜維加咧今屆世界盃嘅大機率咧只會以後備嘅身份上陣，但係咧佢依然表示啊，希望將呢次難得入選嘅機會咧獻俾嗰啲長年受動盪困擾、身處困境之中嘅海地民眾，亦期望啊自己嘅經歷啊可以帶嚟一啲鼓舞同埋力量。嗱，而事實上咧，佢呢份信念咧已經喺另一個層面咧俾人哋睇到。咁喺人口僅11萬嘅高本斯咧，佢已經成為咗當地嘅絕對傳奇。咁呢次嘅世界盃啊，佢唔單止咧代表海地國家隊出戰，仲同時咧承載住萊茵蘭地區球迷嘅期待。嗱，講完呢段咧勵志嘅逆襲故事啦，都想同大家講下真心話。嗱，呢一屆啊48隊嘅抗軍嘅世界盃啦，其實個爭議咧幾多㗎，大量嘅魚腩球隊咧入選就好似咧水兵對水手，觀賞性咧大打折扣。嗱，例如啊，其中一個主辦嘅城市啦，溫哥華世界盃嘅氣氛咧都唔算話太過熱烈。嗱，相關嘅調查顯示啊，加拿大咧2大城市咧接近一半嘅受訪者認為啊，舉辦世界盃咧係一個差勁嘅投資，得個2成左右嘅民眾咧認可呢項賽事嘅價值。嗱，雖然國際足協啊憑藉住賽事嘅抗軍咧賺到盆滿缽滿，但普通嘅球迷咧就要荷包大出血啦。嗱，開賽前啊，大量嘅波飛滯銷，核心嘅原因咧就係票價太貴，性價比咧極低。嗱，更誇張係啊，為咗慶祝咧2030年嘅世界盃百年誕辰咧，國際足協咧仲計劃緊咧，到時咧將賽事咧擴軍到64隊。咁可以預見啊，屆時咧只會有更多咧實力參差不齊嘅魚腩球隊參戰，賽事嘅整體質素啊只會繼續下滑。嗱，如果國際足協一直咁急功近利、盲目抗軍咧，呢個百年經典嘅世界盃品牌咧，遲早啦會俾佢哋慢慢玩爛。嗱，唔知大家咧對今屆嘅48隊制嘅世界盃咧有咩睇法？覺得抗軍咧係進步啊，定係毀經典咧？歡迎咧喺留言區討論。我係電視君，我哋下集見。